手拿雕刻刀，聚精会神，仔细敲打出纹路。这位正是府城工艺大师陈启春老师。年岁仅过半百，创作生涯却已经超过40年，在传统工艺及当代艺术创作上有卓越成就。现任台湾传统工艺之家协会理事长及台湾南美会理事长的身份，也让他致力于传统技艺的保存与传承工作，可以说是台南艺术界重要的资产。这位工艺传奇人物说起当初让他一头栽入艺术领域的起因，只是因为他听不懂国语。我因为阮爸爸的关系，所以我就有迄个机会，让入去读建安国小。但读建安国小入去，全部都是读拢是工艺的嘛。啊，只有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是台湾囡仔读讲台语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1年级进去的时候，对我来讲是真丰富的代志，因为拢规个拢讲国语嘛。然后我生活是跟这个台湾囡仔，因为住伫盐埕嘛，吼，即摆科工区，咱台南市的科工区遮。啊，但是我读册是到这个外省籍外省囡仔才会读，所以他们在交谈我根本听不懂。所以尤其是老师在教的时候，教波波猫或这一类的，我完全听不懂。所以我对读册完全无啥物趣味，因为感觉讲咱就听无啊。啊，但是为着爱去读册，所以我就装着好像很认真在读书，但实际上我都在涂鸦，都在乱画，就要凹白画。读册无兴趣嘛，所以我只好逐工去，我来找一个我感觉有兴趣的，无我真正唔知要哪去迄个学校。啊，所以我就安尼画。后来，我感觉讲，画是一个真趣味。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看到我画了一只猪，其实学校派的功课，我其实是拢无咧做的，几乎无咧做。明仔载去就是负责跟我老师讲呀，安尼。然后我回来还是画图，然后呢，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只猪啊。然后我母亲以为那个是功课，后伊就来看回来讲，哦，我一定要就行了呢，安尼啦吼。然后就很高兴的跑去跟我父亲讲说，赶紧来，哦，客串吼，有一只猪啊吼，画了真正真好安尼吼。啊，所以我父亲也来看了。那个时候，当下我才真正知道说我的兴趣在哪里。当时母亲一句赞美的话，在他心田种下绘画的种子，而后在父亲的支持下，选择木雕技艺的学习。伊一个庄脚囡仔，什么叫雕刻这2字含听嘛捌听过？为什么我会知影？就是刚好那个时候，阮曾林永正公哈都要去一些妈祖嘛。啊，去一些妈祖哈，阮曾囡仔就感觉哦，拜妈祖了，感觉就迄个。啊，伫迄个情况之下，我才知影讲哦，这妈祖就是用木雕落去刻的。好，安尼阮拢会去苗林嘛，苗林古早迄苗林就是集散的中心嘛，吼，一个征讨。啊，所以就伫遐听大人讲啊，所以我因为爱画图，啊，这个甲画图有关系，啊，所以我就足认真听，足认真记。啊，所以的时阵，阮爸爸甲我讲安尼，我就甲阮爸爸讲啊，无我若真正迄个我想要来学做雕刻安尼。14岁，陈启春在长辈的带领之下，开始跟随福州师傅学习佛像雕刻。然而，在4年辛苦的学徒生涯中，前3年半的时间，每天重复做着都是打杂的工作，再加上师傅无理的责骂，都让他怀疑起自己的选择。啊，所以的时阵，我就去回想到很多跟我父亲讲的。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很重要的，我就感觉讲，我这个时阵来回去，我若是无学，回去阮故乡的人一定会讲啊，什么人的囝吼，因为庄脚就是足小嘛，吼，讲啊，什么人的囝吼，足无才情的吼，含去学一个师仔都袂堪去食苦了，倒转来安尼。学有出师吼，功夫好歹无人知啦。啊，我若学无出师吼，回去通人知啦。吼，安尼啊，所以因为安尼，我目屎拭一个，我搁落来嘛。我就感觉讲，我袂使互阮庄里的人看无，会使讲我，袂使讲阮爸爸妈妈，吼，讲什么人的囝安那。所以我因为安尼，我就从目屎搁拭一个搁落来。我迄阵学师啊，吼，我的薪水一个月是450块啦，一天15块啦。啊，所以我家己有一寡钱，我就去迄个啊，当然阮三兄遐倒我来甲借。啊，结果我就开始做，开始有一天阮师傅就甲我讲，客串，我听恁师傅咧讲吼，
啊，捌看你咧做，啊，现在你看我都做遮水啊，好，啊，其实这就是安尼。其实我虽然拢含磨刀啊，很这个雕刻的基础工作我都没有做，但其实我那3年在学徒的生涯因为我就是我坐伫遮咧录刷纸嘛，啊，阮三兄就坐伫遮嘛，好，爱伫遐雕刻嘛，啊，然后每一次我咧录的时候，我都会偷瞄嘛，我会偷瞄他在做什么。好啊，然后今天伊来咧做开面啊咧刻手啊，我这方面我就开了，我就甲偷就安尼偷看，啊偷看我就甲记起来，然后到晚上我到半夜啊要困的进前，我会把今天我看过的一堆材料，我要让这一个里头出来，或是怎样下刀，我其实是无这项做，但是我拢用头壳去做。所以我就知影讲要安那迄个落刀啦，安那然后一个线条要安那较会嫩会迄个，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得用心的做，安尼结果了的时阵，你就感觉很惊讶由于当时位于民权路的佛像店对面就是社教馆，常有名家作品展览，却都是以西方美学作品居多，让陈启春感到疑惑。更希望有朝一日佛像雕刻也能进入艺术殿堂。因缘际会下，他开始接触西方美学，了解到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美学的差异，学素描，清楚掌握人体比例后融入作品中。所以陈启春在进行佛像雕刻时，与大多数佛雕师相比，在制作前多了一道绘图工序，让传统神像更增添了艺术感。因为大部分早期我们在学的时候，雕刻的就是雕刻的画的就是画师，有伪书嘛但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在我伫迄个创作过程，我会发觉讲，其实画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你若会晓会当个先透过画，是不是做出来作品，你就更加心里有个底。那在下刀的时候会更洒脱，会更精准。陈启春雕的神像和传统神像略有不同，更精准掌握人体比例，这要归功于他的绘画及素描基础，还有其扎实的雕刻功力。毕竟木雕不像泥塑可以捏补，一刀下去，雕坏了就坏了。像我在刻的这个部分是这一个耳朵的这个部分，因为耳朵会变化也较大了所以可能刀子的应用就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耳朵也伊迄个大小甲伊的迄个变化较大唔变讲咧做平面的所在，有可能一支平刀就一直刻因为阮这个刻的时阵，拢会针对这个要的这个来下刀的这个来选择刀的大小了因为我们就从小当学徒，然后这个教育养成，你的已经，就是讲我咧讲的耳塞就是咧磨心嘛所以其实你看，像我们现在很忙，即使再忙，我们只要刀子拿着，我们的这个神情就灌注在这里。所以，阮几乎是袂使迄个要测五台分的，测五是讲伫你咧设计过程是迄个但是啦，伫工序的部分就拢较袂啦。惊是惊有阵时伊木材家己会闭去，是讲咧做的时阵做到遐木材崩去，安尼迄个有可能安尼。专注力是身为一位木雕工作者最需具备的基本能力。而如何让作品更加活灵活现，赋予其生命力，细节的掌握则是关键。注意细节其实是一种功夫，这功夫也是靠日积月累的态度累积出来的。咱若要以人体来讲，这是脚头有的部分嘛，这件衫这就是伊的迄个裤的部分嘛，恁伫遐做雕刻，最重要是要注意讲。因为伊是坐的所以伊的阮的专业术语叫三季路，伊的三季路安那表现较会嫩，然后还有迄种律动性即摆只是主要咧表现这个部分。然后最重要的是讲，毋是单单表现来讲，这个伊这个脚，它
伊的迄个动态，啊，甲伊的骨架，迄个有珠链无，啊，跟他的衣服，跟他的这个裤子，这个衣服呈现出来的这个律动性，啊，甲伊的造型迄个是不是有够，就是讲有够迄个力与美这些结合，这个部分就较讲究，像说一些衣服的转折啊，它的表现也能色的，啊，是不是有合理，真重要。因为一点真重要，是讲其实咱即马做的这服装拢是古早的服装嘛。不是当代性的服装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服装里面，我们可能就要很深刻的去了解说这一些衣服它们的一些变化哈，不是像咱即马穿牛仔裤，咱牛仔裤都无可能有这个变化哈，啊，其实这个变化是真水哈，这是咱当代性哈，迄个服装较无的哈，这是传统工作，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艺术品。然后我们要呈现的是比较具象的一些写实的一个表现方式，所以我们可能就要很有传统性，很有这个的表现方式要很扎实的。从事木雕雕刻已经40多年的陈启春老师，在传统佛像雕刻中，因为技艺高超获得肯定，他也把创作的层次向上提升。在传统佛像中注入现代写实的美学观念，使传统与创新在融合中蜕变出一种美感，创作出属于陈启春个人无可取代的木雕作品。那当初在创作这一件作品的时候，我因为郑成功跟一般的神的这一个人物，他有一些区别，就是说，我有可能要做一件送，我家己欢喜要做，我有可能就有我的想法。但是郑成功伊很特殊的，伫台湾来讲，伊是一个神，伊嘛是一个历史人物，伊嘛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讲伫这个方面，我要去创作的时阵，其实我思考真济，就是讲你要安怎去会当还原到郑成功这个人格特质，所以那个时候我参考了很多的这个文史资料，然后请教真济文史工作者。那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讲比较就是说跟我谈的比较深刻的是这个郑道冲老师，因为郑道冲老师他本身就是郑家子弟啊，所以伊对伊的祖先的研究包括伊这几年的这个文史尤其是台湾的这个文史的这个地位，所以当初甲我讲真济，尾仔了，伊甲我讲一个，互我感觉讲，这是对的代志伊甲我讲，其实客串，你会使，咱会使来参考荷兰人当初互郑成功收复台湾了，伊转去的报告，这份目前要搁伫这个荷兰的这个博物馆当初奎伊是荷兰伫遮的总督嘛伊倒转去，伊倒转去的时阵，伊就写这个报告他的描述是这样，就是说郑成功的这一个身材中等，脸方正，眼睛大，眼神锐利，这是，然后讲话声音洪亮，这是这一个荷兰人对郑成功的描述。郑成功这的基本要素身材中等，脸方正这的部分已经有但是我要去表现出郑成功的迄种英勇，甲伊的睿智甲伊伫迄个时代的航海迄种航海家的迄种甲政治家结合的迄种迄个智慧所以我就开始来创作所以伫这件创作内底，咱就看会到讲伊是穿一领伊迄个当初明朝的服装的迄个袍，然后佮有穿剑甲这就代表伊王甲伊将军的这个身份。伫阮的专业术语叫做文武甲，后文后武安尼所以他这一个表现的方式，就是说伊迄种迄个严雅的然后英雄气概的迄种的迄个展现。陈启春老师的创作灵感来源也多从现实生活中取材，
透过作品的视觉共鸣，传达出丰富的情感。像是作品《看我跳》，沉稳红褐色的樟木，生动雕琢出低着头当跳箱的孩童姿态与肌理，将脸部专注的神韵及视姿的肌理表现得丝丝入扣。另外，以小女儿为对象所刻画出的新衣，也是老师得意作品。这一件作品我把它取名为新衣。那为什么会创作这一件作品？就是有一天我这个在家在忙的时候，然后我老婆带着小孩去买衫，然后买回来的时候，叫阮小女儿穿，穿给我看。阮小女儿因为你知影囡仔来迄个衫拢足欢喜的，然后回来穿着这件衣服，然后很高兴，然后既高兴又腼腆，因为要展现嘛，所以就是迄个时阵的这个表情，就感觉讲。安尼足欢喜的但是个足安尼就腼腆的迄个表情。但我当下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看那一件衣服，我只看他的表情。到现在我完全不记得那件衣服长得什么样，因为我第一个印象里单看一个表情，所以我就马上决定要做这一件作品，改取名叫新衣。但这件衣服是我后来因为有了这个创作的灵感，新衣的这件创作灵感以后，我才开始去找这件衣服。从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这个艺术创作，不是讲我今天你看到啥我就做啥，而是讲我要呈现什么。更重要是讲，这个艺术家你要什么给这一件作品。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创作这一件作品的时候，我第一想到讲新衣。我今天不是用油画去画，用国画去画，我是用一件木头，硬邦邦的木头。我要安那伫一件作品内底，互人感觉这件是新的衫。所以我就开始伫这个衫去做研究，感觉讲，你今仔日若是讲好穿个牛仔的一个服饰啊，或是什么，可能都没办法去展现它新意。所以我就去找出这件衫，就是安尼套装啊，然后又有这个几层的这一个一种变化。所以这件作品在迄个时阵完成的时阵，其实我嘛投入真侪时间的，感觉讲找服装，在服装内底要安怎去表现出来。在雕刻完成了以后，那我希望把它跟别的作品比较不一样的呈现，而且它符合这件作品的精神。所以我帮他上了一些色彩上去，让他有一些新意的一种感觉。这一件作品我把它取名为自在翁。我希望说，我们到了年纪了，一个阶段的时候，能够过得很自在的一个生活。那当初我在创作这一件作品的时候，这个木头其实它的造型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伊就已经有一点就是讲有像树啊，伊本身咧成长的过程，伊就有一点弯曲啊，然后有一寡时期那像讲无遐饱满的一个状况，针对这一个树木它本来有的一个造型，然后我去创作这一件作品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留下了很多的一些木头本来的树皮、树啊的这个外观的纹路然后我针对这样去做一个创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在那个刀法在雕刻的这个刀法的呈现它呈现了很洒脱的一些刀法符合了这个作品叫自在翁的这个，包括他的脸部的表情，包括伊就是感觉讲不是穿啊真华丽，但是伊就是真自在这某种程度也是在反映，其实有很多作品也都是在反映我自己迄个感觉讲，因为年轻有年轻的想法到了这个我们未来年长了以后，我们希望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所以真侪迄种雕刻手法就一直简化。陈启春老师的创作理念是要做出一个令人感动的作品，必要先能感动自己。
因此他的作品整体表现细腻耐看，也成为许多收藏家的最爱。我们的基本功都很扎实，所以那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没有所谓困难，就是说最困难的其实是在构想，就是说当我们要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那一件作品我们要怎样去呈现，好让人家感动。我常讲就是说一件好作品，很多记者问我说，老师啊你感觉哪一件作品是你最满意的，或是哪一件作品是最好的？其实在我们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讲的话，几乎说我们自己做的作品，假如说我们很投入在做的这个状况里面，应该都是蛮得意的作品。那在这个蛮得意的作品的之前，我常讲就是说，你要感动别人，要先感动自己。所以其实在这个构想的过程，你要让这一个作品它要呈现的什么一个效果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往往在这个过程是天马行空，有时候你真的想了很久，你都没办法到你要的那一个点。其实最挣扎的时候，往往是这一个阶段，在人物的这一个创作里面，有也难度啊。咱伫这个部分，咱可能就是爱去就是讲很扎实的去了解讲人体架构啊，人体的骨架哈。我们做雕塑的人，尤其是我们做人物雕塑的人，我一般我咧看一件作品，我不是咧看讲伊的迄个，我介重要是行家是咧看这个点跟这一个点跟这一个点，我们是在看这个点放的对不对？好，你看写的感觉讲，你的看起来讲，这个人物造型啊奇怪的，感觉讲看起来都敢若有咧迄个，但是感觉身躯有去，手都无去，就是讲伊那一个点放错了。这个是一件很足下行的讲法的哈。你讲有啊，伊嘛有做手啊，但是因为伊的比例唔对嘛，迄个点就更唔对嘛。这个真重要的一个。陈启春老师的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创作都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不仅先后荣获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2014年台南市登录无形文化资产传统艺术保存者。不仅如此，启春雕塑工作室更荣获台湾工艺之家认证殊荣。其实每一个奖项对我影响都很大但是我特别要讲到的就是一个比较被他讲我挺感动的，就是奇美艺术奖。那因为我是第1届奇美艺术奖的得主，那现在今年30届了那30年前我20几岁的时候，我就得到这个奖。那这个奖其实我为什么会提出来讲，就是说这个奖第一它办得久。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一个奖像现在省展也停掉了，太可惜了，省展有10几年停掉了。那这个算是比较长的，有的办个3、5届就没有了10届就没有了。那奇美博物馆有一个是这个企业家然后来支持的一个奖，然后每年这一个赞助了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所以这个奖是我特别就是说挺感动的一个奖那每年的颁奖典礼我有时候会去，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年有一个母亲，他代替他的儿子去领这个奖。为什么他儿子没有回到台湾来领？因为他们家庭的状况，这是他母亲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小康的家庭，因为是做好嘢，但是囡仔学提琴，学了真好但是因为因的这个经济无法度再支撑他，因为在国外1年也要很多钱。所以，但是眼看这个小孩子还剩1年，他可能就能完成学业，但是厝里已经面临到一个问题的是讲，是不是爱，若要搁继续好读，就爱卖厝，若是无要卖厝，就是爱好读，那就是爱要转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刚好这个有奇美奖，所以他报了这个奇美奖。当初我得奖，他们有讲，就是说希望让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在他们的这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们可以比较安稳的
去创作个几年，好，然后可以让他们有一些这一个有形无形的一些资助。所以这个奖哈，其实我感觉讲实在是相当的伟大。好，安尼啊，当然我得到的奖嘛真多啦，哈，啊，国家的大奖也很多，但这个对我来讲都很重要。但我一直希望说，把奇美这一份情跟奇美这一份的这个付出，应该要让社会大众更了解，这是我想要表达的。14岁学雕刻，18岁出师，25岁参加省展获得优胜，26岁就获得第1届奇美艺术奖，自此往后屡获大奖。40多年来，陈启春老师凭借着努力及对艺术创作的热忱，用手中的雕刻刀，刻画出一个属于自己艺术创作的人生剧本。